今個學年，我哋有幸獲得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嘅支援，喺中三級為多元文化學生設計以百年樹木、人樹情為主題嘅讀寫教學單元。整個單元包括讀文教學、戶外文化漫遊考察以及校內嘅延伸寫作活動3個部分，建基喺價值教育以及第二語言學習嘅理論基礎之上，我哋為學生設計各種嘅學習活動，獲得令人欣喜嘅成果。作為科目領導，我希望透過轉型領導建立共同願景，鼓勵同事反思同埋探究，實踐教師作為研究者嘅理念。今次計劃之中，我認為引入外間團體嘅助力係促進學校改進嘅一種契機。支援人員能夠發揮啟導者、觀察者嘅角色，包括喺計劃初期建議咗一啲指導理論基礎，啟發教學設計嘅靈感。而喺過程之中，亦都有觀課、參與共同備課等等，協助歸納亮點，鼓勵科組成員反思。亦都委派團隊成員負責唔同嘅部分，例如協助組織多元學習活動，又或者係設計教材等等，令到唔同年資嘅成員都能夠獲得專業成長。為咗激發學生嘅學習動機同埋提升學生嘅自學能力，我哋曾經舉辦唔同嘅文化漫遊活動去輔助語文教學。譬如喺前2年喺教育局嘅支援之下，我哋曾經舉辦過東區文化漫遊活動，獲得咗寶貴嘅教學經驗。我亦由過往嘅參與者轉變成為更加積極嘅籌辦者，將之前嘅成功經驗轉化到今次嘅教學設計當中。例如喺以往嘅文學漫遊活動入邊，我哋比較側重於文本嘅對讀，亦都着重於介紹地景嘅文化背景歷史。但我留意到學生需要更多嘅互動，所以今次嘅教學設計經過調適之後，更加關注於學生自身嘅觀察同埋反思，重視學生職場嘅回饋同埋互動。而學生喺過程當中親身同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士做訪問交流，亦都透過多感官嘅刺激，加深對環境嘅認知。另外，針對本地學生同埋非華語學生喺文化背景同埋語文能力嘅差異上面，除咗寫作文章之外，我哋亦都容讓學生用唔同嘅形式去記錄所知所感，例如拍攝短片、模描樹木、繪畫感受，令唔同語文能力嘅學生亦都能夠發揮創意，分享所得，提升效能感。今次嘅教學經驗令我反思到，老師唔可以困囿於固有嘅教學模式，要因人制宜，與時俱進。今次得到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嘅支援，我哋可以有系統咁樣運用多模態嘅教學模式進行語文文化嘅教學。喺以往大學兒童文學嘅研究同埋唔同嘅教學嘅課程裏邊，我都學咗唔少嘅教學理論。而今次嘅課程設計亦都幫到我可以去付諸實行。例如選材方面，我哋加入咗繪本，透過圖像等等唔同嘅形式，幫助非華語學生理解文本嘅內容。喺教學上邊更加運用咗唔同嘅策略，例如以戲劇教學俾學生扮演文本裏邊嘅角色，掌握人物嘅心理活動，透過閱讀圖式嘅應用、自設提問、4-1反思等等嘅閱讀策略，去幫助學生理解文本內容，更加有系統咁樣分析文本。今次成功嘅經驗亦都增加咗我嘅教學自信，特別係同學嘅學習差異，尤其係非華語同學佢哋嘅文化背景唔同。究竟點樣去幫助佢哋珍惜呢種唔同，增加文化嘅交流，投入課堂，從而增加佢哋學習語文嘅自信？我相信呢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寶貴嘅一課。我最深刻嘅學習經歷就係去荔枝窩村考察。呢個考察唔係淨係教我哋中文，但係又教到我哋荔枝窩村同埋入邊啲樹唔同嘅文化同埋歷史。我覺得好有趣。因為我自己好中意了解唔同嘅地方嘅文化同埋歷史，之後葉小姐教咗我哋唔同嘅方法嘅作文，咁我嘅篇文俾葉小姐讚賞，我覺得好開心。而家我哋中文作文好有成功感。經過戲劇同埋圖畫嘅課文，令我學到一啲新嘅詞語，同埋了解課文簡單咗，我多咗一啲新嘅興趣，例如
我有興趣想睇多啲中文嘅故事同埋中文嘅課文。我中意呢啲感覺，因為佢哋幫助我了解作者嘅睇法。咁我最深刻嘅經歷就係去荔枝窩村訪問村民成哥佢嘅回憶同埋經歷。咁呢個訪問入面，我都學到好多嘅中文字，咁樣加深咗我對中文嘅興趣。我覺得上堂坐喺度好悶，但係拍片可以投入去到學中文。我覺得印象最深刻嘅就係石牆樹考察。我見到呢啲樹呢，我覺得佢哋好老，可以見到佢哋嘅存在嘅歷史證明。同時，我亦都可以同唔同族裔嘅同學去理解唔同嘅文化。我覺得咧，呢啲學習方式可以令到我更加理解唔同嘅文化嘅情思。喺今次嘅教學計劃之中，最令我感動嘅係見證到團隊嘅成長。透過今次嘅合作，我哋慢慢建立起共同嘅信念，希望透過語文教育能夠培育學生嘅彼此尊重、共融嘅精神，以及燃起佢哋對學習嘅興趣。共同信念嘅建立有助我哋嘅團隊不斷成長、持續進步同埋反思。希望喺呢個基礎之上，我哋能夠幫助學生喺語言學習嘅道路之上繼續邁進。